些数。我们现在是在大马路上，你后面还有好多车呢，这么做很危险的。我乐意，怎么了？那你高兴，你也不能把别人的路给堵了呀。对了，我还没问你呢，这次回来，你高兴吗？这样，你现在先开车，你开车我就告诉你好不好？你先说，我再开车。干嘛呢？高兴。那是一般高兴，还是特别高兴啊？顾先生，你还有完没完了？高兴，高兴我就开车。喂，喂，西城，是我。有什么事跟我的秘书说。喂，是谁的电话呀？你今天早晨接完电话还是这个表情？是谁打过来的？不能说吗？我接了那么多，你说的是哪一个呀？不是你说这个贺锦熙他现在不住这儿了？对啊。伯父，你不会不知道锦熙他已经结婚了吧？啊？他结婚了，他跟谁结的？他手上有没有钱的他？不是，我是说他过得好不好啊？那个人干什么的呀？伯父，您放心吧，锦熙他过得特别好，他现在已经飞上枝头当凤凰了。哎，不是，这个人到底是谁呀？神龙集团的太子爷，顾西城。啊？是瞎胡闹！顾西城呢？来没来啊？老李啊，顾西城来了，你就少说两句。毕竟这个公司是人家老顾家的，你就是到他奶奶那儿去告状，弄不好那可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我管他是谁家的呢，反正我知道，顾西城就是他们顾家的败家子儿。哼！我要不是念着他爷爷曾经对我有恩，他捅的那些篓子，我才不帮他。李叔，你找我？什么事啊？